而家為大家介紹一下定點存倉嘅流程。先點擊 App 主頁左下角定點存倉，然後點擊右下角加號。定點存倉係要預先支付最低嘅運費，如果運費總額唔夠，最低運費都係會按照最低運費計算。然後就係選擇上門收件嘅時間同日子，跟住揀收貨嘅地址。收貨地址要預先係我的頁面，收貨地址欄加入。最後就係輸入存倉物件嘅件數，然後點擊下單鍵，然後係定點存倉頁面就會見到你預約嘅時間、日期同數量。點擊訂單就會睇到訂單嘅全部內容，係最底。你會見到待確認，我哋嘅工作人員會以 WhatsApp 再確認時間同地點。確認之後就可以係主頁最底 S 標誌入面見到待支付嘅訂單，點擊訂單內容，支付最低運費，就完成晒預約存倉嘅流程。另外係某啲地區係屬於非常規地區，如果收貨地址屬於非常規地區，係會調整最低運費嘅價格，而運費嘅計算方式同價格係同常規地區一樣㗎。如果有其他疑問，可以用 WhatsApp 諮詢我哋嘅客戶服務中心。定點存倉就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